聖家學校為推動健康校園發展，本校積極優化校園運動環境，通過開放校園設施、延長運動時間及豐富活動內容，鼓勵學生每日至少多運動15分鐘，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，同時提升家長對子女身心健康的重視。本校於大課間及中午小息期間開放校園，增加多樣化的運動設施，包括籃球場、羽毛球場、跳繩區及體能訓練閣等，讓學生根據興趣自由選擇活動。此外，本校亦安排教師及活力大使協助指導，確保學生在安全環境中充分享受運動樂趣。本校致力打造一個充滿活力的校園環境，讓學生在學業之外，更能透過運動鍛鍊體魄，培養堅毅意志。我們相信，透過學校與家庭的共同努力，能為孩子奠定健康基礎，助力他們茁壯成長。